哎呀，快坐下吃。小林，昨晚没睡好啊？你这黑眼圈像是被人揍了一拳似的。原来这速溶咖啡这么难喝。哎，你这是来度假啊？我不是在陪你吗？就是有点晒，蚊子有点多。你忙你的吧，我还有我的事儿呢。以为自己是霸道总裁啊？真是。公司那一堆事儿，也不知道老爷子的身子能不能扛得住。老爷子，我就等着你求我回去。让我在这儿办公，真有。林总，您看看这个项目怎么样？这是我们的计划书。这又是搞哪一出？回头让小谢联系你。行，打扰您了。林总，听说您被停职了，我们想请又不用这么夸张的商业顾问。这个暂时不考虑。小满，哎，把直播中呢？是啊，公公。天气好，我想着趁雨前把种子都播了。啊，你这样也太慢了，还是用拖拉机好。去我家把拖拉机开来。行。爸，你看小满他为未婚夫整这么大场面，十有八九在装酷。还有第一次进村的时候还整辆豪车，估计啊也是喂猪的。小满不会被骗吧？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让小满听见。太丢脸了。听不见，听不见。好的。忙着呢，小林。庄小满啊，庄小满，本来找他假装未婚夫，就是为了避免被人说闲话，结果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方式被利用。毛和友。中国烤鸡走向世界，挺好的。把这个策划案送到我公司一份。好，谢谢林总，谢谢。听不见，不想看，快点干！你们公司我知道，没兴趣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要不林总您再别说了。庄小满，什么时候回家啊？还早着呢，这样翻太慢了。不就是翻个地吗？有这么难吗？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出了点状况，我会尽快搞定它。那个叫庄小满的女人和你到底什么关系？你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？跟你需要解释什么？虽然我是喜欢你，但我的眼里可容不得一粒沙子。别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
如果你不把那个女人的问题处理好，你是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的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说是要搞定小满？我倒要看看这种地有多难。想要在小满面前好好表现，博取好感吗？哼，不能让你得逞。看你这样，你是要帮小满种地啊？对啊，你知道怎么开始吗？来，我教你。这么简单，不是有手就行。马上干完了。这个混蛋，敢毁我种子，我饶不了你！你小子，这回死定了！哎，停下！站住！你敢毁我种子！我等着！谁让你不捣乱的？别追了！给我站住！饶不了你！这到底什么情况？静雯，浩浩哥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呀？我好去接你啊！小满，小满，我爸师傅，小满，静雯回来了，静雯回来了。小满，静雯，周小满，你有病是吧？我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醒来了。哇，汤也来啦！这么丰盛，快坐。哎呀，今天我们大东村3人组终于聚齐了。来，开酒。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你们在这过家家呢？什么3人组？幼稚！静雯，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？我呢刚刚结束了一个大项目，领导不仅给我升职，还给我放了个长假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你是不是就能在家多留一段时间了？我们静雯果然在哪都很优秀。我倒是想问问，你们2个是什么情况？又来，你来编。我快编不下去了。你就勉强
理解成一见钟情吧。哎呀，我们今天不聊别的，主要就是吃吃喝喝，庆祝你回来。来，干杯！来，对对对，再干一杯。今晚干杯！干杯！你们当我不存在是吧？这个庄小满，我好心帮他干农活，竟然开拖拉机追我。撒一个谎要用无数谎来圆，现在真是骑虎难下了。今晚能回来，真的太好了。我的耳环怎么不见了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儿了呀？找一下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不找了。你们之后谁见到了给我就行。行，那咱们先吃饭。来，来，今晚吃这个。谢谢。小满平日不爱生气，那片地还没有翻过你就播种，那批种子就全废了。进。他来干什么？有事吗？我是来找你道歉的。今天是我帮了倒忙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好的，我接受。你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，不待在城里发展，回老家来干什么？又是这个问题，第50个了。什么第50个？你是第50个让我解释这个问题的人。这里是我的家乡啊，我喜欢这里的山，这里的水，还有这里的生活。算了，说这些你们也不会懂，我只是喜欢种地而已。看来是我小看你了，原来是因为这样。你还有事吗？道歉我接受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该道的歉我也道了。顺便说一句，你拖拉机开得很好，下次别开了。道个歉还这么拽？无聊的把戏。今晚你等等。啊？小虎托我买了台空气净化器，我多带了台，给你。浩哥，不用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就行。跟我你还客气什么？我看你之前发的朋友圈，你那么好的办公室里也有台这个呀。你还是这么的细心周到，以后谁要是当了你的女朋友，可太有福气了。啊，静雯，你应该还没有男朋友吧？不好找呀，你也知道我的择偶标准吧？我呢，就是要嫁给有钱人。啊，我给你搬回家吧。不用，我等会儿自己来就行。哎，没事，我给你搬回去。对了，静雯，这个原来在你这儿啊？小满给我的，他让我转交给你。居然不吃这一套。来啦！哎，小满，没事过来玩啊？小满，这批玉米种子真不错，看着都挺饱满。嗯，好干了。上了。
哎，爸，翻完这套你就回去休息吧，交给我。我不累，今天是晒种的最后一天了，可不能出岔子。晒干了都。小满，慢点，别搅到地上了。放心，妈妈。哎，把这个推平了。好。庄小满不在家，他们一家在后面晒种呢。我不是来找小满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看你经常挠手臂，在想你是不是尘螨过敏。正好我多了一个空气净化器，拿给你，希望你早日适应大农村的生活。那，谢谢。欢迎各位来到林氏集团，我是林氏集团总经理林宪。如果能和林宪在一起，我就能拥有我想要的人生了。他们的玉米晒种了，应该没事吧？我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跟我也没关系，对吧？小满，你怎么样了，小满？没事，去吧。来，怎么样了？轻微摔伤，已经办了住院了。没什么大碍，休息一阵就好了。
小满，小满。 小满，他这是陪了我一整晚吗？我爸妈呢？你别动，躺好。阿姨没事儿，叔叔也没什么大碍，你还在发烧，先把药喝了。 你这个人看起来冷漠，但有时候还挺靠得住的嘛。你看起来挺柔弱的，没想到还挺坚强。你还加了糖啊？ 你好好休息，我先走了。这小子一个人在干嘛呢？不会又在搞什么破坏吧？ 你在干嘛呢？你不会是在开钩吧？嗯。停！来，给我！你在那看着。前腿弓，后腿蹬，手把锄头握紧了，心不要慌。 你这个脚就这样，你怎么看？哎，庄叔跟小满呢？怎么让你来干这呀？小满生病了，庄叔受伤了。啊？我在他们家住着，不得干点活啊？他们生病受伤了。那个，你就按我说的干啊，你自己别瞎搞啊！ 小满，小满，我进来了。姐，小满啊，你没事吧？听说庄叔的脚也受伤了，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晒肿下了大雨，不过现在都没事了，别担心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林宪这小子平时身上沾点泥巴都嫌弃半天，他怎么在地里开沟啊？ 他开沟，嗯，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哎，你躺好，你躺好，你要躺着休息吧，我都已经教过他了。那个，我帮你加点水吧。
水壶呢？哦，好像在林宪房间。这不是我送给金武那个空气净化器吗？这种田这么麻烦，这锅要开到什么时候啊？需要帮忙吗？你穿成这样，能帮什么忙？又想耍什么花招？累不累？你也太小瞧我了。再说了，开沟这种事儿，一个人太辛苦，我能帮一点是一点。那你帮我看一下，我这沟开的直不直？好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上手了，不愧是你。你以前认识我吗？当然不认识。是你不认识我罢了，林总。林宪，有虫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也怕这个。要不要帮你叫个人来？啊？不用了。你就在这长大的，会害怕这个？这个林宪真是个木头，软硬不吃，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。今晚，哥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刚刚去林宪的房间拿水壶的时候，看见一个空气净化器。是我送你那个吗？应该是吧，但怎么在林宪那儿啊？我记得我给小满了。啊？你给小满了？我就说这个小满是个恋爱脑嘛，对林宪这么好干嘛？对了，浩哥，我自己用不上，所以给小满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不会，我怎么可能会介意呢？不过静雯，我觉得你还是得注意一点。注意什么？我刚刚看到你去地里帮林宪干活了。哦，我知道你是心好，但毕竟他是小满的未婚夫，我怕别人看到了不好。我就是去看看那个林宪靠不靠谱，然后再探探他的虚实。确实，我也觉得这个林宪不太对劲，我就怕咱们小满吃亏。你怎么不敲门啊？你怎么不关门呀？对不起，你洗吧，不打扰你。是喜欢上他了。
这腿一伤啊，老婆女儿把我捧在手心里面照顾着。瞧把你嘚瑟的样子！哦，爸，是不是有一批化肥要运回村子里吧？我现在去啊。小林去了。啊？哎，你是不是没有绑绳子啊？哎，完了，搞砸了，我绑了呀。想好好表现一下，没想到大意了。绳子应该是松掉了。我谢你个头啊！妈，这还有很多是给王大爷家带的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没事没事，路上掉的咱找回来就行了啊。这次先饶了你。走吧，大少爷，一起去捡化肥。我自己去。那你慢点儿。庄小满，我怎么脑子里全是你？林宪，少添点柴，火太大了。哦，你好好帮我打下手，今天掉化肥的事儿就不怪你了。你还跟我计较？早知道我就不去了。嘿，说你两句，你还不乐意了。林宪，过来，干嘛？过来。啊，尝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吃吗？还行吧。你是要把我烫死吗？行，出锅。这一大清早的，神神秘秘的，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，小心啊！有这么神秘吗？跋山涉水的。到啦！当当当当，欢迎来到我的秘密基地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。未来呢，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，
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，经过植物的过滤后，水最终会再次流入到鱼池里。你的这个构想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？难道这些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？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？边摸索边改进嘛。庄小满，你果然很特别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，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傻瓜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别怕！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摔了？我该怎么办？快别看了，放下来啊！他现在在想什么呢？庄小满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喜欢上你了。回去还是洗一下吧，花房的水不太干净。没关系的。那个，我刚刚从花房摘了一只。庄小满，苏子峰，庄小满，你想我没有？啊，好了好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对了，林仙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学弟苏子峰。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位是你朋友吗？哦，他是我，庄小满的未婚夫。这么主动，以前不都是我来说的吗？你订婚了？哎呀，这说来话长，不是你怎么来村子里了呀？一看就不怀好意。当然是为了见你。地理杂志这次有一个美丽乡村的专题，我是专门负责这次拍摄的。那真是好事儿啊！那你带我去一下你们村委会呗？行，我带你去。你没变样啊？你也没变。走啊，林仙。哦，有点自作多情了呀，林仙。李书记，那我带他去村里转转。骑车注意安全啊！好，放心吧。好了吗？好了，走吧。出发。走。你先回去吧。哦，不就是个学弟啊，至于这么高兴吗？走，去看看。看什么？坐好了。看那边。哇，好美。还有我们这边。呀，阿尔开沟里还有刺峰。就是金山银山。哦。哎，子枫，那边特别漂亮，我带你去那边。好。
停停停！哎，嘿，在哪？嘿，你别给他们看见啊！啊，我没事的时候就会一个人来这儿。你听，河流声会让我觉得特别安静。这么偏的地方，真是一点防范心都没有。啊，还有这儿，你看，这两边全部都是毛竹。毛竹啊，毛竹4年之内只不过长到3厘米，到了第5年之后，会以每天20厘米的速度而增长。这就叫做深耕细作笃前行，一朝收获终有成。你还是跟学校那会儿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子枫，你这次来的特别对，我们大东村有特别多美的风景，到时候我都带你看看。好啊。哎，你小心点。没事。那小子故意的吧？还好吧。我说你这个未婚夫怎么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啊？我着急有什么用？我给你看个东西吧。啊，这是我吗？对啊。不是，我说这个角度拍照，真亏你想得出来。你也可以的。来，你也试试。我不会这个。相信我，你可以的。把手给我放开！这小子他绝对故意的，不是他绝对有猫腻。你也不用这么激动吧？行，你冷静，我去把这小子的手给剁了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你去啊。你这次啊，一定要多拍一些照片，给我们大东村好好宣传宣传。小婉，哎呀，哦，对了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学弟苏子枫。原来你就是子枫啊！我经常听小满提起你。你好。怎么回事呀？是，我来帮你。谢谢小满，谢谢。像小满这样单纯美丽的女孩，真好。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。是吗？子枫，你喜欢吃什么就自己拿啊，别客气，当主家。这阿姨自己做的包子，好吃。谢谢。阿姨，你做的包子真好吃，让我有种自己家的感觉。这么快就来袭了？那你呀，把这就当成自己的家啊。既然这么投缘，不如你认叔叔阿姨做干爸干妈吧。有这个必要吗？那我就是你姐夫了。我爸妈呀，要是有你这么优秀的儿子啊，做梦都会笑醒。请吧，给叔叔阿姨敬茶吧。我真的会谢谢你。别了。来，别客气。哦，怎么好烫？没事吧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吹着。我看看。没事，宪刚他也不是故意的。真是马马虎虎。我带你去用凉水冲一下，走。哎，去冲冲。没事。没事。来，小林，没事，给，吃包子。谢谢阿姨。快吃。庄小满，他是故意的，你看不出来吗？疼吗？不疼。还好伤的不严重，不然可怎么办呀？我没事儿，宪哥也不是故意的。林宪也真是的，都怪他不小心，不然可怎么办？庄小满，阿姨叫你。什么事儿？你自己去问他。子枫，那你自己先涂一下，
你可真喜欢给别人擦药啊！他滑板还留着呢。苏子枫，你马上开学了，跑哪儿去了？快回来！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我在追求我的幸福呢。太久没练，我都不会了。没事儿，有我在，我肯定让你重新学会的。庄小满，我们什么时候去地里啊？慢点，慢点，地里今天没有活了呀。那你鸡喂了吗？我爸早上喂过了。哦，那你继续玩吧。林宪，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？是啊，宪哥，小满的滑板就是我教的，你想不想学？不用了，没兴趣。怎么这么不合群？我们继续吧。好，上。妈，哎，你看见我滑板了没？没看见。奇怪了。哎，林宪呢？他呀，出去了。他说到小卖部找江浩了。那我去看看。去，注意安全啊。嗯。我就不信，我还学不会了。不就是滑滑板吗？谁还不会呀？喂，猴子，林宪去你那儿了吗？啊，他没在小卖部。哦，好。千万别看到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糟了！林宪，什么情况？我的滑板。哦，来，我扶你起来，来。哎，你不是说对滑板不感兴趣吗？闭嘴！
小满，该走了。哎，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我们今天只拍摄大东村的人，宪哥好像不是大东村的吧？想甩掉我？没门儿！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宪哥不去也行，我爸忙起来照顾不到他。哦，一起吧。正好我刚吃完早饭，想消消食儿。慢点。哎，往后一点点。对，好，别动哦。能请你帮个忙吗？你要干嘛？我可以帮你啊。不用，浩哥，你今天也是我的模特。这次出来我没有带摄影助理，没事。如果宪哥不想帮忙也可以，大不了我多待几天，是吧？林宪，你快帮他一下。你最好拍完赶紧走。生气了吧？这才刚开始。说吧，怎么帮？待在这儿别动，保持画面的干净啊！就这？相机对于摄影师来说比生命还要重要，你帮我看好点啊！有东西，稍等。啊，什么东西？你别弄，妆会滑。好，可以了，别动，我来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摆一下 pose。林谦，这你都能忍啊？我都快看不下去了。这有什么呀？子枫也是为了摄影在调整。别紧张。这再怎么说，人家小满现在也是有未婚夫的人，这个苏子枫也不顾忌着。稍微的。哦，对。苏子枫，我看你今天是不想好好拍了。拍摄还没开始呢，你干嘛呀？林宪，你干嘛？放开！我不放。放开！你先放。你能放手？小满，你也是的，你都是有未婚夫的人了，你也不注意着点。说什么呢？小满和子枫就只是好朋友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？是啊，宪哥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你自己心里明白。子枫拍宣传照对大东村来说是件好事儿，你就不能跟他保持点距离啊？你要是再这样，就先回去吧。你是想把我气死吗？来，继续拍。按照刚才那个姿势，好，好，动。OK， 别动哦，可以往侧面一点点，笑一笑，来。江浩，你那手能不能自然一点啊？你学学小满，学学小满，可爱一点。好，来了，来了，3、2、1，再来2张，再换个 pose， 换个 pose。好，最后一张啊，拍完就收工了。3、2、1，好。你拍完了没有啊？不是你催什么催啊？你看不见吗？我，这个拉我，这个。你刚刚不是说相机比你的生命还重要吗？那怎么办？带子要断了啊，你自己考虑一下。林宪，你快下去救他呀！我不会游泳。
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简直胡闹！哼，演砸了吧？别装了，有这么冷吗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真幼稚。但你也不能害我呀。难道是我推你下去的吗？来，喝点热水暖暖啊。他好。但是你明明可以拉住我的呀。我当时是可以拉住你，但在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想起你说过，对于一个摄影师而言，相机比他的命还要重要，这是不是你说的？林贤，少说两句。我救了比你命还重要的东西，你是不是更应该感谢我？小曼，你看着我一个病人，他林宪，你能不能不要再刺激他了？子枫都着凉了，你让他好好休息一下。不行，这是我的床。你就不能让他一天吗？小满，我有点头疼，要不你先让他出去一下吧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快走，快走，走啊！不是，是不能。庄小满，你去干嘛？子枫今天受凉了，我去帮他把衣服洗了。他自己又不是没长手，人家都虚弱成那样了，我帮他洗衣服怎么了？我看你是真没脑子。随便你。哎呀，眼前这幅画面，真是让人身心舒畅啊！说吧，你来大东村，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小满，还是我来洗吧，小满。哎，你别过来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没事，我来。汤来了，来。哦，哎呀，菜齐了。哇，好多菜啊！来，子枫，你今天一定要多吃点，这顿算是你的庆功宴了啊！放开了吃。嘞，来，筷子。耗子你也吃。那我们开动吧。小满，你做的好好吃啊！你就多吃点啊。这个好吃。这是你最爱吃的，我专门给你炒的，来多吃点。谢谢。宪哥挑食啊？还不是想留给你吃啊！毕竟明天回市里了，就吃不到小满做的菜了。你多吃点，不然你滑滑板没力气。我谢谢你，当我傻呀？我滑回去。要不我们一起举杯，预祝子枫摄影作品再得奖，再得奖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宪哥酒量是不是不行啊？这酒很烈的，别名叫三杯吐真言。酒量不好的人可不要喝多啊。好好吃啊！京威，这个给你做的。哇，多吃点。哎，有，你等我一会儿。你们慢点哈，一定得等我回来啊！酒量不好的人悠着点儿。子枫，你悠着点。
你忘了吗，小满？我是戏里的千杯不醉啊。倒是宪哥，也不知道这酒量还行不行。今天都是自己人，要不别品酒了吧？说这。他们这什么情况？哎，你们不能再喝了，说了不能再喝了。哎呀，我没事。林倩，真有你的！林倩，你会的可真多。林倩，小心小心，慢点啊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不能喝你就别喝，喝那么多干嘛呀？这点，慢点。都说了这酒不能乱喝，醉成这样多难受。静雯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。子枫，你明天还不是要走吗？你明天能来送我吗？好啊，明天几点？庄小满，我们演戏到底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已经分不清楚哪些是真，哪些是假。静雯，快来。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静雯，我能不说吗？那我来说说我的心事吧。小满，你记得吗？我之前跟你说过我有喜欢的人了。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还说你想为他变得优秀，然后为他留在城里。对，他家世好，长相好，能力好，一切都很完美。除了身边总是围着很多的女人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。但我还是努力的留在城里。我想再靠近他一点。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哎呀，你快说吧，谁呀？是林宪。林宪。但是我这次回来，我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特别的快乐、开心，所以我是真心的祝福你们。小满，我希望你好。静雯，
其实我和林宪之间就是假的。我是为了不再被相亲烦扰，我才让他假扮我未婚夫的。原来是这样，小满，我之前一直很担心你和林宪在一起会受到伤害，你们没有在一起太好了。为什么这么觉得？你从小就在大东村长大，但林宪不一样，他不属于这儿，你们两个注定是不同世界的人。林宪，林宪，林宪，你怎么还没走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不走了。你有那么爱种地吗？别装了，这儿没人。我知道你跟小满假扮情侣的事儿了。谁告诉你的？陈静雯果然没骗我。原来你们真在假扮情侣啊！我跟小满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从大学就开始喜欢小满，你别想截胡。喜欢一个人，时机也很重要。我不会放弃的。我回来了。哦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杂草多吗？杂草倒不多，不过看起来该除虫了。哦，除虫先不着急。他怎么了？大黄，过来。这几天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。小满他怎么了？这女人没完了是吗？这有椅子，你自己坐会儿。等一下，昨天小满跟我说，你和他之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对吗？他真这么说？难道一直都是我想太多了吗？林宪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。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可能，我不属于这里。果然跟静雯说的一样。不是说不着急除虫吗？
这几天一直躲着我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了？我提醒你，不要忘记和我的约定。难道那天陈静文说的是真的？我记得，不需要你提醒。答应别人的事情我不会食言，我会继续好好假装你未婚夫的。记得就好。你还叫我配合你演戏？看来是我把你想简单了。原来这些日子，你的那些关系都是装的。没错，你演的那么逼真，我都是跟你学的。好，那你以后不用装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有些话一旦说出口，可就不能收回了。你以为我想说伤害你的话吗？小满，小满，妈，小满不好了，小满，小满，怎么了？家里大火偷了腊肉，往山里跑了，我追了半天不见了。不着急，妈，我去找啊。给，这信你拿着。他一个人没问题吗？哎，小林，你也赶快去啊，快去呀！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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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爷，有没有看到我们家大黄呀？往那边跑了。谢谢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一条黄色的狗？有没看？大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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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黄。哎呀，绊倒了。哦，原来大黄是为了救这只小狗才乱跑的。你好。大黄的绳子被缠住了。马上天黑了，我们先去花房那儿歇会儿吧。走吧。走吧。走吧。唉，这庄小满摘个野菜，摘这么久，还不回来，好饿啊！
这应该熟了吧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还挺好吃。林夏，林夏，林夏，醒醒！你怎么了？怎么像是喝醉了？嗯，怎么就剩这几个了？喂，醒一醒！你是不是吃了没煮熟的菌菇啊？菌菇汤很好喝。连汤你都喝了？小满，你的脸好软啊！笨蛋，吃这些没煮熟的蘑菇会中毒啊！喂，乖，我问你啊，你吃了几个？我吃了，你猜？我问你呢，你到底吃了几个菌菇1、2、3、4、5个。唉，还好。虽然不要命，但恐怕明天早上才能清醒。我扶你进去吧。来，外面冷，我扶你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小满，你真好看。我好难受。你哪儿难受啊？我看到你跟苏子枫在一起难受，你躲着我我也难受。我觉得我们之间不是假的。我也没说是假的呀。好想唱首歌给你听，又害怕靠得太近，想回到过去，过去再也不过去。我已经习惯我和你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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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刚才的你是清醒的，就好了。我怎么睡这儿了？
你昨晚吃了没煮熟的蘑菇。你还记得昨晚的事情吗？昨晚怎么不接呀？说话。这么久没音讯，我得确保你还活着。那你现在确认了，我挂了。等一下，这2天我一直在想，你会不会喜欢上那个女人，毁坏我们之间的约定？我喜欢她，但她……不过我想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像你这样的人，应该不会这么天真吧？昨天晚上的事儿，我想起来了。这一路都不说话，他在想什么呢？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。是不是该主动点？准备做饭呢，需要帮忙吗？那你帮我添点柴吧。行。你和林宪昨天到底怎么了？忽然间回想起拂面暖风轻轻，我微醺，想起你温暖我的心底，忘记却是大黄昨天不见了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发现旁边有一只受伤的小狗。天色晚了，我们就地取材做了吃的，结果林宪他食物中毒了。食物中毒？严重吗？没事，还好吃的不多。人没事就行。那还是有点事儿的。肯定发生了什么事儿。来，子枫，喝碗汤。谢谢阿姨。哇，小满做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。那你多喝几碗呗，别撑着了。是啊，宣传照也已经拍完了，你多喝点，明天好上路。你可闭嘴吧你！子枫，你喜欢就多喝一点，别客气。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大家。怎么了？我今天早上导照片的时候才发现，相机坏了。啊！鬼才信你！里面一张照片都没有了。不会吧？那可是你辛辛苦苦拍的呀！啊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那只能重新拍摄了。哼，有些人啊，就是不想走。还要多久啊？那说不好，相机坏了，那寄回去怎么着都得维修几天。哎呀，子枫作为摄影师，肯定也不想这样的，对吧？没事没事，不行啊，让子枫多住几天，再拍一遍。子枫，你别有心理压力，我们一起解决。那重拍的这几天，
我能住在你们家吗，小满？原来打的是这个算盘。那个家里确实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凭什么他能住，我不能住啊？那不一样啊！那小林是我未来女婿，他不住这能住哪儿？反正就几天，要不林仙跟子枫挤挤？你说的倒轻巧，你怎么不跟他挤一挤啊？那怎么行？静雯可是一个人住，要不然你跟我挤挤吧。我谢谢你。小卖部那么小，怎么挤2个人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就住我家吧。成了，漂亮。林羡，你跟子枫挤一挤。那挤挤就挤挤吧。我去收拾东西了啊！哎，你吃点呀。这家伙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嗨，哎，住的挺不错的吧？哟，练着呢。我这一来，你是不是挺慌张的？哼，故作镇定。跟你说话呢。真是盲目自信。慌张？那倒没有，只有嫌弃。你不觉得我这么住下去的话，会完全把你取而代之吗？你做梦吗？你其实也没有那么喜欢他吧？我不需要向你证明什么。林羡，我敢保证，我比你真心。你这是幼稚。不如你主动放弃吧，你觉得呢？你要干嘛？你干嘛呀？说不过我，动手是吧？你已经输了。子枫，你真的相信昨天晚上林羡和小满什么都没有发生吗？我觉得林羡最大的优势就是近水楼台。如果你明天真的走了，恐怕再也没有机会追求小满了。那你有什么办法吗？我觉得你得跟林羡一样住进小满家。我也想啊，但是他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了。那有没有多余的房间，首先取决于你能不能留下来。陈静雯，诚不欺我。万事俱备，只等小满。嗯？爸妈，你们搞这个干嘛？这谁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子枫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对呀，林羡他把我赶进来了。小林，不会吧？哎，他那个房间那么小，住2个人肯定是挤了点儿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住在这儿，这帐篷漏风你会感冒的。没事，叔叔阿姨，小满，你们早点回去休息，不用管我，我将就1晚上就行。晚安。
子枫好歹也是客人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过分了，林夏。今天先挤一挤，将就一下，其他的明天再说。你也就骗骗小满。林夏，大半月的不许再闹了。你赢了，承让。睡着了都不消停。庄小满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，我要疯了！干嘛呀？这么晚了？你过来，听听怎么睡。这么可怕？这的确没法睡。是你同意他住进来的，你得负责。怎么负责？你说怎么办吧？那个，我房间只有一张床。那你就陪我干坐着，我睡不着，你也别想睡。怎么不讲道理？就这样干坐着？那你还想干嘛？我想睡觉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要不要弄一些吃的、喝的，聊聊天什么的？没心情。你明天就把苏子枫给我赶出去。这不好吧？人家这次专门来大东村拍摄的。那以后他一把我吵醒，我就来你房间找你，大家都别睡。你怎么这么霸道啊？我想想办法啊。先睡会儿，你想一想。我先想想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想想。你是在梦里想吗？哎，你想到没啊？庄小满，庄小满，睡这么快，真是会耍赖啊！你睡觉也不老实啊。
庄小满，放开我！睡着了还这么大力气。算了，先睡了。人呢？哎呀，他不在，我终于可以霸占整张床了。啊！发生了什么？喂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这下说不清了。我先起来了，你再睡会儿，被你妈看到不好。